哦，铺在那个塑胶袋的，或者是鱼啊，它底下是那个台糖有机会填饱的塑胶袋，这样哈，要把它拿到那个车上比较不会摔落满地的。哦，7、8、6、7串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、7串而已，还以为10多串呢。那你看来很饱满呢，用那个台糖有机会填饱哦，然后又遇到有雨，长得很好，你看饱满。还有那个这一次从上面的上面的先变黄，你看那有的已经有好像有3条，要太瘦了烂掉，有的可能鸟会来吃啊，或者是虫会吃啊。哦，用那个刷子刷哈，不要刷那个香蕉叶那个黏的哈，黏液啊，刷了以后就碰到蚂蚁就黏住了。要准备2只啊，要清理那个什么脏东西的，用刷子。